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咱新闻讲到皮蚵有鲤鱼、玉龙纹的装塔艺术，另外还有人搬鱼甲赤鬃分袂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鱼仔的鱼。真侪人爱食鱼，鱼就是水底脊椎动物，冷血生卵有鳍、鱼鳞，也佮有鱼篮，用齿来喘气。顺续小解讲鱼是算尾，像咱讲一尾鱼。另外文音读做牛，也佮有水二边的鱼，嘛是读共音。所以咱应该读牛林尾头，安尼较适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读做扒鱼，代表讲扒网仔掠鱼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鱼钓仔，就是钓钩。鱼钓仔古早就是钓鱼仔的家私，较早是较幼，用较长的竹仔。那即马拢有真侪现代化玻璃纤维合金的材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鱼港因为较袂透大影，真侪讨海人伫咧外海扒鱼，嘛有一寡人爱来遮掠鱼钓啊钓鱼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鱼，另外文音读做牛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